懷夫玩具完善弟子。切莫地無名如痴所住，奮發精進，心立刻清醒。無始以來，直至於今日，受痛無明，分誰而足夠？莫再沉睡，三碗立即例行善，生老病死的痛苦，你不知道嗎？即使是今日，亦無不無常之機。於修行奮發精進心之時已知，僅此一回修持究竟安樂之時機，而非散漫放逸之時刻。至及死亡緊至，心懇切以修行圓滿壽命無待人，死因卻甚多。屆時若不得無據之把握，具緣之子，與活着有何用？一切法皆無我，空性。離棄事事如魔術、空花、夢、影子及食香鬼之幻成，空谷之迴響般來行似水月、水泡、幻教等，如同無常特譬喻。輪接一切法，汝當如此了解，一切法本然無生、無住、無滅、無來、無去、無相、無分別。超越言師，如此真義，吾等須了解之時已至。頂禮上師，頂禮本尊，頂禮風行。